大部分嘅家長同埋老師咧，都好鼓勵佢哋嘅學生喺上課之餘咧，去參加一啲有益嘅課外活動。咁好似咧，學校咧經常會舉辦一啲模擬投資，等啲學生嘗試下攞20萬去買股票喎。我哋一齊睇下。睇翻呢個52周波幅咧，佢係131嘅咋。睇網頁、刨報紙同同學討論股價，成為咗何同學嘅課外活動。原本對股市一竅不通嘅佢，同同學一齊參加咗由學校舉辦嘅模擬投資比賽。雖然只係第一次揀股票，但已經有板有眼。我就會考慮翻，譬如話有2隻股喺我面前去揀嘅時候，我都係會技術啲咁去睇啦。譬如話揀翻去睇翻佢呢半年裏邊個業績啊，佢受到咩因素而跌啊？睇翻佢流動資金嗰個而家個流動資金啊、業績啊，同埋留意多啲市場消息啦，都係因為好實際嘅呢個就。有20萬嘅虛擬資本，呢一班投資初哥好努力咁研究資料，揾佢哋心水嘅股票。咁呢啲心水股票表現又係點呢？訪問當日，同學揀嘅中交建同埋中移動收市價分別係20.3同埋129.5。一個星期之後，股份有超過11%同埋8%嘅日價，比起恒指唔夠8%嘅升勢，表現跑贏大市。攞20萬去投資，一個星期賺超過18,000蚊。參加比賽令到同學有機會感受一下實際買賣、體會股市波動嘅情況。舉辦活動嘅老師就話，透過呢一次活動，希望新一代對理財有更深嘅認識，希望能夠去得到一啲所謂正確嘅投資嘅價值觀，因為始終佢哋可能會覺得即係投資就係一定係賺錢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會諗長遠啲，可能佢為咗點去分配自己嘅財富啦，點去令到自己嘅財富增值，或者點去即係長遠少少去保障翻自己咯。近年越嚟越多人參與股票買賣，當中有唔少人短短幾個月賺到錢，視股票為尋寶嘅地方。但係喺最近嘅跌市當中，都有唔少選手嘅例子㗎。最壞嘅情況可以係一鋪清袋。投資係需要訂立一個目標，亦都要知道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佢哋有個誤解，就以為投資一定係炒股票啦，亦都有個投機性喺度咯。咁其實點樣睇到呢個現象咧？佢哋即係睇翻佢哋買股票啦。有啲同學可能買完個股票，跌咗少少5%就已經掉頭走啦，就放啦。咁其實佢哋好少會諗到，原來其實可以趁低吸落㗎喎。佢哋會視買股票作為即係唯一嘅途徑咯，冇乜點諗到原來其實有好多選擇㗎喎。即係其實可能做定期其實都係一種低回報啲但係安全啲嘅投資方法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投資方法。喺香港，投資教育唔係正規嘅課程，學校會因應程度安排講座或者係用比賽嘅形式教育學生。有學者認為，投資教育應該越早做越好，亦都要加入道德嘅元素。我會覺得咧，就因為而家社會環境越嚟越複雜啦，所以其實中學生咧應該越早咧就進行呢一個投資教育越好嘅。咁佢最好就係中一啦，因為其實咧就可以灌輸翻佢乜嘢係應該，乜嘢係唔應該，同埋喺個道德嘅發展裏邊咧，都能夠俾佢多少少嘅判別力。最好就有啲個案咧，係俾佢去即係訪問一下啦，有啲失敗嘅例子啦，咁佢知道人哋嘅心路歷程係點樣樣，同埋咧可以咧俾佢一啲嘅模擬嘅一啲嘅即係情景，俾佢知道原來咧我進行投資咧，原來有好多嘅嘢係唔識嘅。對嗰方面係好貧乏嘅。投資股票係理財嘅其中一個途徑。透過舉辦模擬投資比賽，引起學生嘅興趣，將道德同埋理財教育融合起嚟，學生先至能夠真正學以致用，而不至於只係鼓勵佢哋炒股票。因為而家好多嘅年青人咧，都係諗住自己嘅啫，就唔會諗住他人需要啲乜嘢，同埋個滿足感咧，其實可以高啲嘅層次嘅，就好似做義工或者幫人喺個過程裏邊，佢獲取到一個嘅滿足感。其實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嘅。但係而家好多年青人咧都係急功近利啲，咁所以其實老師方面咧可以係進行投資教育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埋佢嘅道德方面嗰個發展。雖然學校舉辦活動未知能唔能夠達到預期嘅目標，但同學透過參與嘅過程，對股票買賣已經有所體會。我諗冇一隻股係一定會升或一定會跌嘅，咁但係我哋投資之前最緊要係睇清楚咯，唔好人買有買。